说到这个三宝啊，第一宝啊，玄关窍是不是？这个三宝的修持功夫可了不得，不得了。哪里不得了？其实呢，第一宝的玄关窍啊，就是我们所谓的啊，在修禅啊，禅宗的修行，懂不懂？禅宗，你要去体悟禅啊，就是要体悟什么叫做禅。第一宝就是禅宗的修持。不要一味的羡慕，哎呀，人家佛教啊办的可盛大，持的戒律可多啊，多么好，多么好。其实三宝啊的殊胜已经囊括在其中了。第一宝的玄关窍的修持就是禅宗啊，悟禅，在悟什么叫做禅啊？那第二宝嘞？五字真经，念口诀，是不是？那就是念佛啦，佛号是不是？所以就是净土宗啊。净土是不是念佛？人家净土宗单单念佛就认为可以成佛啊，但是我们也做得到啊。念佛，净土宗的修持，心里平静，心里不平静，都想到念佛，但是这个念得出来吗？心里默念，收摄回来，心里默念，这就是第二宝的用处、好处啊，一样啊，修持到净土宗啦，你们也修到净土宗啦。那第三宝嘞？合同，合同报合同是不是？是。就是密宗，密宗是不是打手印啊？是。你看咱们也有手印啊，是不是？是。比别人强多啦，徒儿们要对自己有信心。千门万教挺多的，可是要对自己的有信心啊。看，又顾到了禅宗、净土宗、密宗，多殊胜，就怕你不用，就怕你晾在一边。所以好好修持这三宝，是圆满自己呀，其实也可以成就众生啊，知不知道？就是这样啦。所以三宝重不重要？重要。三宝固然重要，但是呢，自己的本心本性啊，自己的良心啊，顾好更重要，知不知道？虽然出班啊，在这3天当中呢，大家呢是人心人性，是佛心佛性啊，但是出班过后啊，进入了花花世界啊，也一样要秉持着自己的良心啊，来看待人，来处理事情。这样子你才是算有进步，才算有提升啊，懂不懂？也才是算一个有内涵的人啊，有深度有内涵的人啊。不要只是在佛堂才知道要学到要拜佛，出了门以后啊，拜佛的事待会再说吧，没这回事啊。拜佛是24小时啊，26时刻啊，时时刻刻啊，是你身体表现出来，你的内心都有这么回事儿。知不知道？好，来唱歌。是慈悲。